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7日，以赛亚书49章13节安尼讲：天啊，着欢喜唱歌；地啊，着欢呼；大山、小山啊，着大声唱歌。上主要安慰伊的子民，伊要怜悯伊受苦的子民。三甲来祈祷，要安慰阮，怜悯受苦的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存永在，永无改变，永远伫地的至源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用权能创造万物，用智慧捏理万事，用慈爱疼痛万人，互阮通伫你的恩典中来徛起。主啊，我们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当阮伫苦境中，你知影阮的健康；当阮伫艰难中，你要陪阮行过。主啊，我要称颂你的名。天啊！着欢喜唱歌，地啊，着欢呼；大山、小山啊，着大声唱歌。主啊，你要安慰你的子民，你要怜悯你受苦的子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